俗语讲夏至，风台就出世，即摆已经进入到风台的季节咯。目前西北太平洋的海域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上近今仔日就会将做第3号的风台穆恩。另外，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，嘛有机会变做风台。即摆天气奥郁热，那伫大日头的等红灯是咧曝光，所以台北市为即个月开始。740个路口缩短到红灯的时间，这个红灯平均减21秒。伫咧日头口等前红灯，未输伫咧航班热逼逼，37度的高温，倒算干那几十秒，规身躯包甲目睭就骑乌托邦民众，嘛是感觉真翕热。就惊热天，甲人拍甲变肩包。台北市高工就决定减少用路林晒日头的时间。伫咧7月7日到8月2日期间，逐工车辆少的时段11点到下晡2点，市内740回路口前红灯，红灯秒数缩短，民众平均会当减单21秒。都一样，你只要出来就是热。其实这个秒数都很长啊，其实等没多久就已经很热了。11点到2点，干脆不要改好了，好像也没有用。应该没什么差吧？早上也很热。到7月热天，嘛迎接台湾风台开，目前伫咧西北太平洋海域热带性低气压继续增强，上近伫咧今仔日来检测今年第3号风台部分，只是压力真远，无影响。不过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上也有热带扰动，各国的看法无共款。美国预测增强了后，会先加向东北，再个转向西北，往日本的方向前进。美国海军保守认为会沿台湾东边上北，欧洲保守预测离台湾上近，后礼拜有机会为台湾附近通过。是在5号到8号这段期间，随着高压的东退以及低压槽的整体北移，这一团的云系呢，就有可能会对我们台湾造成一些天气上面的影响。热带系统搁伫咧到台湾桥、太平洋高压势力变化，卖决定风台改的方向，到底敢会加冷热风台，嘛是个继续观察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